好，最後10秒，你哋想講啲咩？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超靈異，我係你嘅靈探專員小鬼。今次帶俾你哋嘅奇案就係呢單發生喺1998年，曾經轟動一時嘅九龍灣德福花園5屍命案。案中嘅5名女性呢，因為飲用含有山埃嘅符水集體毒發身亡啊。而呢單案嘅兇手呢，就係一位自稱為風水大師嘅李玉輝。本來咧就聲稱自己可以幫人驅魔啦、趕走二奶啦、添福添壽啦，本來都係下啲師奶同埋阿婆錢嘅啫。但係今次咧，佢得知案中嘅死者咧家底豐厚而決定謀財害命嘅。咁案中嘅死者啦，林春麗、蔡秀珍、徐信琴3個人咧都係朋友關係嚟嘅，都係住喺德福花園。而林春麗嘅丈夫咧就係香港僑威集團主席許振京。咁可以同到林春麗做朋友嘅蔡秀珍同埋徐信琴啦，唔使問，一定係非富則貴啦。而蔡秀珍喺一次機緣巧合底下咧，認識到自稱風水大師嘅李玉輝幫佢個女算命都覺得幾準，所以咧就介紹咗俾林春麗同埋徐信琴認識打算一齊去拜訪呢位風水大師希望可以幫到自己同埋屋企人添福添壽。到咗案發當日，即係1998年7月21日，咁林春麗蔡秀珍、徐信琴同埋徐信琴嘅2位囡囡一同5人約好晒喺徐信琴位於德福花園 C 座中層嘅屋企進行法事咁喺做法事之前咧，李玉輝喺屋嘅門窗咧都貼滿晒符咒再要求佢哋用紙筆各自寫低佢哋最近不如意嘅事情表示可以作法咧一同化解令佢哋煩惱拜拜咁話。再喺現場咧佈置一塊用紅線捆綁住鉸剪同埋毛筆嘅圓鏡裝扮成為一個邪教集體自殺嘅儀式咁然後啦，法事正式開始。李玉輝要求佢哋5個人各自去到唔同嘅房間分別係主人房啦、細房啦、廚房啦、廁所啦同埋客廳嘅，再指示佢哋咧飲用含有山埃嘅符水聲稱飲咗之後咧可以添福添壽。最終咧5人咧就集體毒發身亡咗嘅。好啦，咁呢單案件咧大概就係咁樣啦。但係案發當日有一件離奇嘅事情嘅，就係當日德福花園有另一名嘅女性咧係喺呢度跳樓自殺身亡嘅，即係當日德福花園係有6位嘅女性死亡嘅。而更離奇嘅事情係案發當日嘅19年前同一個地方同一日發生咗一件同一個死亡人數嘅意外，即係1979年嘅7月22號喺興建中嘅德福花園咧，有6名嘅建築工人因為升降機失靈急速下墮而全數罹難嘅。之後就有傳聞話係呢6名嘅建築工人想揾鬼妻而呢6名嘅女性咧就成為咗鬼身啦。咁呢單故事嘅大綱同埋離奇嘅事情咧，咁我哋都大概知道啦。咁我哋已經嚟到德福花園啦，咁我哋當然係要去現場直擊檢測一下。好，咁我哋就事不宜遲，即刻出發 ，Go！ 好，我哋已經喺德福花園啦。而家嘅時間係12點42分，係啦，因為我哋啱啱直播完就嚟呢度拍奇案靈探。12點42分，條街度咧已經冇晒人㗎啦。喺呢個屋苑裏面咧，都係一個人都冇嘅。係啦，咁我哋就去揾翻德福花園 C 座嘅中層單位去進行一個感應啦。我喺上網搜尋過地產嘅資料咧，應該係近20年咧都未有成交嘅呢個單位。係啦，咁佢同層嘅單位咧，樓價咧都跌得相當離譜，係比市價咧係平2-3成嘅，係啦。咁我哋就去睇下呢個單位而家
仲會唔會有人住緊呢？我哋已經到達現場啦，呢度就係 C 座。咁呢度咧就係地下係1樓啦，1、2、3、4、5樓，感覺上好似冇人住緊喎，淨係見到窗簾布。唔知有冇人住緊，感覺上好似空置咗咁樣。我哋睇下入唔入到去先。好，我哋已經上咗嚟 C 座中層嘅單位，睇下佢呢間屋有冇人先。感覺上佢呢個單位好似係空置喎，即係冇人住緊㗎喎。好，咁啱啱都照咗火柴人同埋狗狗頭，都冇乜反應啊。咁我哋嘗試下 EVP，因為照計咧就係我哋而家呢個牆呢棟牆身後嘅啫，呢個單位。咁我哋嘗試下 EVP 啦。Hello， Hi 喎，請問有冇靈界朋友喺度啊？嗰6位女性係咪現場啊？五屍命案嘅5位女性係咪現場？或者個6位建築工人係咪現場？我想問下嗰6位女性係咪成為咗鬼新娘，變咗鬼妻呢？因為我現場聽得唔係好清楚啊，你哋有冇咩想表達啊？你哋有冇咩想講啊？有冇咩想同？你哋有冇咩想同外界講啊？可以講低，透過呢個頻道咧，幫你可以講低啊！透過呢個頻道幫你哋表達啊！我返去剪片會聽得清楚啲啊！Thank you，好，最後10秒，你哋想講啲咩？
哇，都好似有啲回應喎，都好似有啲回應。好，咁啱啱都做咗啲感應啦，咁我哋先行嚟咗呢度先。好，咁啱啱都上咗呢個德福花園嘅中層單位啦。咩室我就唔講啦，大家自己上網揾咧都揾到噶啦，係啦。咁有冇人住咧？我就覺得又好似有人住，又好似冇人住。而靈魂盒子嘅回應咧，感覺上都係有嘅，但係我唔敢放得太大聲。因為我驚會驚動到啲居民啊！好啦，今日時間就差唔多啦，未訂閱嘅朋友可以訂閱一下我哋啦。咁如果你都係中意睇奇案或者靈探嘅朋友，都可以訂閱一下我哋。咁就未俾 like 嘅可以俾個 like 我哋啦，咁就 share 啦，同埋 comment。咁我哋就下次喺 YouTube 再見大家啦，拜拜。